喺 Markham 呢個路口，最近竟然有人為咗影相瞓喺地下。Highway 7夾 Southtown Boulevard 西南角近日突然變成打卡熱點啊！唔少攝影發燒友呢，大齊長炮守候，就係為咗等呢班小狐狸。聽啲發燒友講啦，呢幾隻小狐狸由3月尾開始就喺度出現噶啦。每逢朝早，狐狸爸爸媽媽咧會出動去覓食，去到傍晚5、6點左右咧，呢幾隻小狐狸就會跟住父母出嚟放風散步。嗱，但佢哋都玩得好節制嘅，識得避開馬路。有在場嘅人士就覺得小狐狸又靚又難得，所以咧吸引咗唔少嘅人專程嚟到打卡。但有攝影愛好者就提醒啊，千祈唔好追住佢哋嚟影，以免嚇親佢哋。而 Markham Animal Service 之前都提醒圍觀者睇還睇，唔好霸咗行人路。